咱来关心，为着要达成伫明年2026年有4万户台语家庭这个目标，文化部伫去年底有推出台语家庭计划，不过全台湾有超过一半的县市拢无参加。因若客委会因在推出客语家庭安怎做？客委会是表示，实施这客语家庭17年来有累积4000多户。客委会是表示，在推广母语家庭上界困难的，也是讲要安怎互人愿意开嘴讲母语。有学者是认为，应该爱增加社会奖励机制，嘛会当提升工作机会，安尼才较会有明显的效果。长水手，出角鸟啊来作秀。广告词正讲，带大人囡仔用台语来唱念。文化部自去年开始设台语家庭计划，打算要达成2026年4万户的目标。在各县市办各种的台语活动。其实，像客委会实行客语家庭这17年来累积4218户。客委会表示，这多年来上困难的，要是要安怎让人愿意开嘴讲，因认为增加使用环境是上要紧的。鼓励县市政府在他们的这一些地方的有线电视媒体上面或者是办公环境对外宣导的政策提供客语，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客语是我们这地区的通行语言了。客委会根据客家基本法，伫咧全国有规划70个客语通行语地区，通对制度面积极对学校公部门要求爱讲客语。研究客语社区营造的学者张学谦表示，台语在台湾有7%的人口，政府其实嘛通设台语通行语地区。另外，伊认为要增加台语环境，通像英国威尔士语共款，爱有社会奖励机制，提升工作机会等等。以学校的教育做有教育，有教育的时阵，有一个应用，就是讲伊变做必须的语言，搁伊带来工作的机会。所以咱要复兴一个语言毋是讲语言复兴尔，嘛是咧安排你的语言的这个奖赏制度。另外，台塑大学学者柯惠如嘛指出，政府无应该甲台语发展干那归类在文化甲教育，台语的实践甲发展应当爱愈全面，互民众通意识到台湾的台语环境，然后进一步愿意开嘴讲。伊也建议政府通对店家员工的语言标示开始做。政府来做的，大家通用的这个语言标示，譬如讲有一个，若是有人伊会晓讲客话，嘛会晓讲台湾话，伊就变两个起嚟啊。意思就是讲，这个服务生伊会晓讲这个国家的语言。学者表示，虽然文化部有制定明年2026年要达成4万户台语家庭的目标，不过因认为这无代表台语发展只要涉到家庭就好，上主要要是要安怎互语言使用环境和使用动机有好的循环，才有法度互台语维持生命力。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新北报道。